喂，你呢個暑假有冇去咩地方玩啊？有冇去旅行啊？冇啊！我成個暑假都去咗冒險樂園嗰度玩，換咗好多飛，換極都換唔到想要嘅，啲嘢又咁吸引。唉，我呢個暑假過咁耐，先換得過呢個取。其實你唔使去冒險樂園換㗎喎，你嚟學校換咪得咯。吓？有嘅咩？唔係，呢啲係我哋公民教育組嘅交易卡嚟㗎，好簡單嘅啫。只要你喺學校有呢個良好嘅表現，老師就會俾呢啲卡你㗎啦。咁集齊咗呢啲交易卡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去學校換領禮物。哦，咁着數？不過好似要賣個關子先，遲啲將會有全新嘅面貌俾大家睇。你冇聽過上學威龍獎咩？同好多科組掛鈎，你好似參加英文活動就有英語行運獎，其他活動又有體育傑出獎、傑出音樂表現獎、優秀美術獎。校園記者對於做服務又有傑出服務獎、社會服務獎，仲有勤到拍卡獎、虔誠禮佛獎、恪守校規獎。好啦，咁等我努力做多啲義工服務，準時返學同埋上樂器班，參加多啲班際比賽先。我知道考試成績進步就有學業進步獎，另外嘉許卡都可以換獎勵印㗎。中一至中三儲滿10張就可以獲一個獎勵印，中四至中6儲滿7張獲1個獎勵印，如此類推。嚇係咩？咁可以點攞㗎？方法好簡單，只要係啱啱講嘅途徑獲得獎勵印，然後累積獎勵印到一定數目，就可以換成上學威龍紙張、銅章、銀章、金章，最後獲金章嘅學生可以參加最高榮耀嘅評選金龍獎。要獲得上學威龍獎啦，就要收集獎勵印啦。金獎要10個人，睇嚟要加油咯喎！嘉許卡大家都有唔少啊，都可以攞嚟換獎勵印啦。仲有好多項目都可以攞得獎勵印喎，詳情可向有關負責老師查詢。上次成績未如理想，唔緊要啊，下次加油就可以獲得進步獎勵印噶啦。金龍獎只有初中同埋高中各一個名額，真係最高榮譽啊！好啦，咁我明啦，我會努力㗎，希望我可以喺學業方面同埋服務方面可以攞到更多嘅獎勵印啦。每張嘉許卡嘅背面都會有貼紙，係我哋上年幾位修讀視藝科同學嘅得獎作品。主題圍繞價值觀，包括孝親、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守法及團結。